南投埔里地政事务所爱负责4个乡镇，其中仁爱乡的面积比彰化县搁较大。这测量馆呢是爱八关八低爬山撩溪，袂输是海军陆战队。也因为这代志无轻可，地属这测量馆一直拢欠人。县政府打算要调其他地政所的人来支援，而且要搁设一个地政事务所，缩小负责范围。换34公斤的装备到当地了，提出专测站经纬仪测量角度距离，确认地质度点的所在。南投县埔里地政事务所的测量员平常时必须负担尴尬土地改变、换伊查访这测量的困务。上方北到过仁爱乡，干那一座车程就要2点半钟。路途比较遥远，它其实基本上一天的工作时间就被压缩得很紧。然后到现地之后，通常都要就是冒险到那个丛林里面去。然后回来的时候，衣服啊，或者是身体可能都会有一些受伤啊，或者是衣服都弄脏了。在时啊，伫北澳万代山坡地测量，下晡就要转来埔里办公室整理测量成果，要测量员感觉当地工作伤过重啊，希望使转调回去故乡。去做测量的时候，就会花费比较多的时间。我会在这边工作，是因为我考上就直接分发到这边啊，也还没到可以离开的那个时间，所以之后可能时间到，还是会回去台中。埔里地政所管辖埔里、鱼池、国城，还有林内4个乡镇，毋但复原情况，业务量更加是真多。2022年土地测量业务有4500件，建物的测量有700件，名列南投县第1名，被称作是地政界海军陆战队。甚至有人考调甘愿停考，也无愿意来报道。测量员编制15人，不过登记欠4个人到7个人。就是目前是我们缺7组，我们这次112年的那个高普考分发的时候，我们总有报3个高考，1个普考，可是都没有人报到。从其他地所跟我们自己地政处调派这个相关的测量人员，先到埔里所去支援辖区的一个重新划分，或是增设一个地所来解决这个长久的这个问题，来做根本性的解决。南投县地政署讲，影响埔里地政所了解状况，短期内调动其他地政所人力来支援。下个月有2名高普考试经部分发到埔里，登记考虑新增加一个地政事务所，缩小这个辖管的范围，来改善这种劳务不平均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